我想想啊，就这4个招式，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先别打了。那在考验开始之前，先听音乐。最大的赢家。最大的赢家。有脑 Q 文是被心动的勇士，有脑上岛无名刺破的烈日，有脑最强的勇士们去保卫森林吧。你赢得的荣耀勋章，来给大家也看一看吧。注意看，他稍微短了点吧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他的能量还是很强大的，一定要拿好它，不要把它甩飞啊。